喺加拿大讀書就可以攞到永居，有冇咁容易嘅事啊？我相信好多關注加拿大移民嘅朋友都可能會覺得有疑惑，因為好多加拿大嘅方案都係對申請人有好高嘅要求嘅。作為價值華人嘅我，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大眾化又簡易嘅路徑，就係留學移民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個好關鍵嘅概念，就係加拿大大部分嘅移民方案都要經過一個叫做移民計分制度。有加拿大嘅工作經驗就加分，但係如果冇僱主嘅擔保，大部分嘅工簽都係唔會批㗎。咁樣又點會儲到一啲工作嘅經驗呢？所以有好多人就會問啦，咁除咗僱主擔保，仲有冇其他嘅可以攞到工作嘅方法啦？答案係有嘅，就係叫做畢業後工作許可，簡稱 PGWP， 類似香港嘅 ING。喺加拿大讀指定嘅院校嘅科目或者碩士課程就可以申請㗎啦，而最長可以係工作3年添嘅。唔單止可以賺返學費，仲可以儲工作嘅經驗去增加移民嘅分數。如果你想進一步增加呢個成功率，仲可以考慮埋省提名嘅計劃，參考加拿大各省缺少嘅人才種類，揀返對應嘅工作。舉個例，例如曼省有嘅 IES 同埋呢個 SWO 嘅省提名計劃。假如你英文能力好，去曼省認可嘅院校讀1年嘅全日制碩士課程，又揾到一份同你專業相關嘅，又符合緊缺職業清單嘅工作，就可以申請呢個 IES 㗎啦。咁但係如果唔符合到呢個職業清單，又或者英文嘅要求，咁又點啊？都可以透過 PGWP 工作半年，然後申請要求較低嘅 SWO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本身係符合加拿大 EE 嘅資格，就有機會攞到額外嘅600分，更加快拎到呢個移民身份嘅。不過大家要值得注意嘅就係，自從2025年加拿大整體嘅移民配額都有所調整，省提名嘅計劃嘅總額亦都有變化，意味住咩啊？就係競爭越嚟越大咯，越嚟越激烈咯，所以要盡早規劃同準備。如果你想低成本咁去規劃加拿大嘅身份，歡迎你喺評論區留言讀書移民，我就會把多一啲嘅資料係送俾你㗎啦，或者私信我啊，收到一份專屬你嘅加拿大移民分數。